高雄市长韩国瑜和总统府的发言人经体是土包子土包啊！高雄市观光局顺这个势推出活动，要选出高雄10间上好食的包仔店。高雄县跳一段包仔舞，请大家做伙来选出高雄上好食的10间包仔店。现场嘛有找人来示范安怎手工包肉包，这场比赛来了真突然。原来是市长韩国瑜被考试是土包仔引发风波，高雄市观光局顺势推出包仔比赛。到底倒一间的包仔上赞的？来看这间65栋老店的衡量机，主打的肉包就是汤汁做。真的好吃，好吃哦。内馅呢，就是我们餐厅没有办法在外面比赛，因为我们只能适合来我们店里面那个当场用那个使用包子。也有风山的含冻肉包，压了把甜，分量10足，就是特色。外形歹看无要紧，就是爱重了有内涵。另外，款来顺的包仔，佮爱加上种特做的豆油。中正包仔特色就是伊的皮口感非常赞，拢有伊的支持者。到底倒一间的包仔上好食咧？这是一场包仔界良情好道。